伊阿爹知影，阿爹袂收留伊。无啦，老爷，你一定要甲伊收留啊！叶小凤靠近市大杰，我会收正气同的人。市大杰，你啥物都免讲，我会收留你，你转去。才好，几百。无啦。小王啊，你哦按两顶过山的看破啦。来，转来。我唔知，我要以我的心意来改变市大杰的决定。我要跪在这个门骹口，伊若唔肯收留我永远绝对唔离开。这是几月？你跪到这，我咧，要安怎？你莫管我，你转去。转去。不灵啦！交到你这款朋友，同行不如同命。哪有讲我走，怎放你家一个人伫遮无管啊？好啦，无要跪，我就含你斗阵跪较有伴。讲跪就跪啦。无咯，看到足唔甘的，伊唔知着搁踮遐跪偌久的。你也烦恼要跪偌久？小姐。小姐，什么代志唔得讲啊？遐尼啊阿妈吼，伊那搁伫遐跪呢。讲了，一直寒起来了，寒到强要挡袂牢。小王啊，原本哦，你就要受这种的折磨，咱莫搁住遮啦，咱紧来走好无？好无？小王啊，啊无安尼啦，拜托的啦，我求你啦，咱转来啦，咱来转啦。
哦，我求你啦！我心里决定，绝对无改变。唉，咱就免得较找这个，咱来找别个嘛用一啊！啊，紧的雨落搁大。你转来啦？唉，真是唔走，你唔走？好，你唔走哦，唔走我先走哦。啊，你又知影我你始终交我跳的，行袂开口。哟，拜托的啦，你来走啦，莫在遮啦。好，拜托的啦，我求你啦。哎呦，我这个心肝的啦！哎，哎呦，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无咧救你咧。哎呦，我心肝呀！今仔面批我的啦，来，你吼，你教咧无要紧，这压淡无要紧啦。多谢你的关心。哎呦，哟，我若接受你这样批，失去一个男儿的志气。哎呦，心肝的呀！这雨落这大，你的官司啊，要赢啊！我真会官司，我真，哎呦，对我的心里。好你，唔教我做大，好无？哎呦。老爷，你吼，得要犯着杀人罪啊！才好啊！你是伫后壁讲啥物？我哪有后白讲啥？规个外口迄个人哦，死啊！你死啊！即马是还袂死的，啊，毋过哦，伊一定会死啦！你甲想看咧，阿某食阿某困，哎哟，气拍都无法度通啊忍受啦！我吼，敢若早暗安尼遐面皮出去要互伊教吼，喷2点仔雨树仔尔都。哈我绝对袂改变主意，你肯会赶紧倒转去。这个银两，互你做咯，你也是赶紧倒转去。小姐，伊咧喊呢。迄个男儿眼泪，是做的宝贵，伊为何明明伫底泪相随？我讲你着爱细心哦，莫搁跪，阮做你挽回，你所玫瑰，伤的心毛意。
当啊年高3日啊呢？什么人叫伊跪？哎呦，老爷，你哪遐尼无良心？人阮小姐哦，我较同情伊咧，你哪会遮尼固执？阮小姐看啊，总唔甘的安尼。爹，你有你的原则无毋对，也毋过，敢讲你袂去平常时对女儿的教诲是？你教女儿就爱仁爱为本，自卑为怀。对啊，老爷，啊你煞袂记哩？咱这是仁爱山庄了。饲大囝，虽然我是踮伫这气堂10年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到这气堂事无挂角。拄则听你伫咧讲，你老爸甲你的小弟拢用害死心。时代现少，用着两家兄弟，若是我的老爸，煞死就我的胞弟。你知影我甲杜永清有一段姻缘，所以今仔日你才专工要来投靠。只有就是饲大囝，你才有法度来帮忙我，完成就我的心愿。那安尼，你今仔日来练艺目的，毋着为着婚咯？是。哼，我袂教你这款人啊！你也知影，练艺目的，毋是为着天强好大。练艺人应该爱有恻隐之心，完全放在手到完。练艺是为着养生，毋是为着报复。现在你满怀充满了仇甲气，我袂用你教，你回去。阿爹，爹，阿爹。好，既然你这里才真心，我予你有一个机会，定义这3支铁棍分做大、中、小。我曾经对天明誓，若人有可能拿起一支细支的铁棍起来，我就要收伊为徒。也来拿这支重的，我要甲伊兄弟相称。最后这个大支的铁棍，若人有可能拿起来，我也要阁拜伊为师。只是阮阿爹予你一个机会，今即嘛都爱看你是毋是有这个本事咯。好，我来。答你嘛甲差不多咧。那我已经有够差不多啊。哦，小风桃唔免用到我。饲大囝，
内咧，内一下。出较济，拢甲支持。咱是亲兄妹，你为什么闪票我？文佳，我要倒上药，到底是什么人受伤？这是我的代志，你免管。陆玉，我是你的兄长啊！阿兄，你若真是要管我，首先你就要先管你家己。我无做错什么代志啊！你若安尼，我嘛是共款无做啥物毋对的代志啊。只是咱两个兄妹抱负无共款，目标无共款而已。陆玉，到底是什么人受伤？你老老实实对阿兄讲。阿兄，你若真是要知影，后摆你家己做人就知嘛。陆玉。公主，阿英小姐，这两天看你怪怪，无亲像以往安尼，究竟有啥物代志是？有一件代志，好在下连想2天，甲想都想袂通。哦，姬公主聪明绝顶，竟然也有代志互你想袂通，那安尼就毋是小事哦。其实这件代志，在下应该来请教雅英小姐你，无听到你这个想就想通啊。哦，我敢有遮厉害？因为你拢是女人嘛，查某人总是比较较了解查某人。哦，原来是女人的代志哦。嗯，莫非姬公主，你有搁看介意？毋是，雅英小姐，你误会啊。在下所讲的女人是家妹陆玉。另外是安怎想？小妹平美花山庄，两处没有落英踪。问伊为何又不讲？规规碎碎去匆匆，处事并非太离奇。
生什么代志？雅英姑娘受伤啊！哦，你哪会知影？拄啊，伫咧半路拄着差不多，伊讲雅英姑娘甲林小媛交手，去互伊拍着伤。啊，那你小媛有要紧无？当然嘛无要紧。小妹，林小媛，陆玉一向真介意林小媛，而且伊所买阁是杜尚药，莫非林小媛无死？